来看台中市昨暗头嘛闪大雨，太平区的溪水是中开中龙路三段规排围墙拢倒去，互民众是真烦恼哦。另外，台中市立图书馆的西屯分区，阁有市区主要的道路架上宽哦，昨嘛拢因为水排袂赴积水。雨是规桶倒，台中太平区有民众惊落大雨，水淹入去因兜，赶紧贴沙包，不过也是互水冲散去。水太大了，所以直接冲下来了，沙包全部又冲倒了。敢是去翕到雨是真惊人，大水为人家厝边仔的巷仔溢出来，边仔的这堵壁全规个放起，水规个喷起来，嘛影响车路的通行。我那车驶入啊，逐条沟啊都拢满。后面地势高，雨水绝对是往低的地方流啊，所以整个雨水是从后面往前面。初七尾嘛，台中落大水雨，而且佫雷公四呐，伫太平山区嘛造成灾情。伫中龙路三段这间工厂外口是砖仔围墙，因为袂挡哩水安尼强，头前排规个倒去，加在无牵连到驶过的车。不过居民烦恼，若是佫落大水雨，后壁的地势较悬，惊灾情会佫扩大。砖块跟砖块之间那个水都从那个缝隙里面，就是都不是那种细细的，是很大一直出来，所以到最后会倒的会是这一边。咱若西屯区市立图书馆的西屯分馆，嘛有民众翕到室内，雨水是沿楼梯一直拼落来。民众讲，这个情形实在是伤悍。市府讲是因为滚水机边的涂骹有漏一个坑，因为落大雨水倒桥全溢出来，车背血管有派人来修理。另外，市区的台湾大道公车驶过的时阵，水嘛规个喷起来。差一点就破到乌托邦的起司，咱若伫咧一中街嘛出现人空挂的垃圾水规个溢出来，民众讲希望排水的问题爱改善，避免类似的情形佫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